晚上刚躺下就觉得心脏漏拍一下，胸口闷，呼吸变短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明明白天还好好的，一到晚上准备睡觉，心脏就开始不听话。有时候是突然一阵心悸，有时候是莫名的胸闷，让你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更让人困惑的是，健康检查都正常，医生说心电图没问题，抽血数据也漂亮，可是你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那种感觉像是身体在对你说话，但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如果你只看前30秒就滑走，也许你会错过心脏发出的第一个求救讯号。下一次可能是在开车时突然晕倒，或是在爬楼梯时突然喘不过气。很多人以为心脏不稳定只是因为压力大、太焦虑，或是年纪大了自然会这样，但真相是你的心脏可能正在经历一种隐形的缺乏缺镁。这不是那种抽血就能验出来的缺乏，因为99%的镁都藏在细胞里，血液里根本验不出来。那要怎么知道心脏是不是在缺镁？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潜在缺镁，它如何影响你的心脏，以及最重要的你该怎么做。请先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健康资讯。我也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就打0，让我知道你在哪里收看，也欢迎留下你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什么是潜在缺镁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身体里的镁只有1%在血液中，其他99%都藏在骨头和肌肉细胞里。当医生帮你抽血检查的时候，验的是血液中那1%的镁。但问题是，为了维持血液中的镁浓度稳定，你的身体会自动从骨头和细胞里偷镁出来补充。这就像你的银行账户，表面上看起来还有钱，但其实那些钱都是用信用卡预支来的，账面数字好看，实际上你已经负债了。所以当你去检查，医生告诉你数值正常的时候，其实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把细胞里的存款掏空了，只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平衡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检查正常，却还是觉得不舒服。那缺镁会有什么症状呢？最常见的就是心悸、胸闷、失眠、肌肉抽筋、容易焦虑，还有血压不稳定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半夜突然醒来，心跳得很快，或是爬个楼梯就觉得喘不过气，又或者是晚上躺在床上，腿会突然抽筋。更麻烦的是，这些症状往往被当成是压力、老化，或是自律、神经失调。你可能吃了很多安眠药、抗焦虑药，但效果都不太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被解决，你的心脏缺的不是药，而是镁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这些看似小毛病，其实是心脏在喊主人，我快没镁了。只是我们常常听不懂，或是选择忽视，等到真的出了大问题，才回头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注意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这会彻底改变你对心脏健康的理解。我们的心脏就像一台车，钙是油门，镁是刹车。想象一下，一台车如果只有油门，没有刹车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它会一直往前冲，无法停下来，最后一定会出事。我们的心脏也是这样运作的。钙会让心肌收缩，就像踩油门让车子前进，而镁会让心肌放松，就像踩刹车让车子减速。一个健康的心脏必须要能够收缩和放松，这样才能有规律地跳动。但当你缺镁的时候，就等于你的刹车坏了，心脏只会收缩、收缩再收缩，却没办法好好放松。
这时候心脏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就像你一直握紧拳头不放开，手会不会抽筋，会不会酸痛？当然会，你的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心悸、胸闷、心跳不规，则不是心脏坏掉了，而是他太累了，因为他没办法休息。每一次收缩之后，他需要放松，需要恢复，但缺镁让他做不到这一点。你可能会想，那我多补充钙不就好了吗？错，问题不是钙不够，而是镁太少。根据研究，台湾大约有30%的中老年人，镁的摄取量连建议标准的一半都不到。这表示很多人的心脏都在没有刹车的状态下运作。更可怕的是，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让这个问题更严重。我们吃太多精致食物，白米、白面、含糖饮料，这些食物几乎不含镁。然后我们又常常喝咖啡、茶、能量饮料，这些会加速身体排出镁。压力大的时候，身体排出镁的速度又会更快。所以你看，心脏的稳定其实靠的是刹车，不是油门。很多人拼命补钙，吃一大堆钙片，结果心脏反而更不稳定，因为刹车根本没有被修好。缺镁的影响不只是心脏，它会影响你全身的系统。首先是骨骼系统，很多人以为补钙就能让骨头强壮，但没有镁，钙根本吸收不起来。镁就像是一把钥匙，它帮助钙进入骨头里。如果没有这把钥匙，你吃再多钙都没用，骨头还是会脆弱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有在补钙，骨质疏松却没有改善。再来是代谢系统，镁帮助胰岛素正常运作，让血糖可以进入细胞被利用。如果缺镁，胰岛素的功能就会变差，血糖就容易升高。很多糖尿病前期的人其实只是缺镁而已。然后是神经系统，镁可以帮助大脑分泌一种叫做 GABA 的物质，这个物质会让你放松好睡。如果缺镁，你就会容易焦虑、紧张、睡不好。很多人失眠不是因为压力，而是因为大脑没有足够的镁来制造 GABA。除此之外，缺镁还会让你容易抽筋、偏头痛、便秘、经痛。有些人早上起床觉得全身酸痛，以为是床垫不好或是姿势不对，其实可能只是缺镁而已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，镁是身体的润滑油，少了它，整台机器就开始吱吱作响，轮子转不动，齿轮卡住，引擎过热，到处都是问题。你可能到处看医生，骨科、心脏科、精神科都看了，吃了一大堆药，但就是没有改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缺的不是药，而是一个最基本的营养素镁。很多人以为自己老了，所以这里痛那里痛，睡不好，心脏不稳定，但其实不是你老了，只是你缺镁。只要把镁补回来，很多问题都会自然改善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真相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李家豪35岁，住在新竹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经理。他每天早上7点出门，晚上10点才回家，3餐都是外食，不是便当就是素食。公司压力很大，他常常需要喝能量饮料来提神，一天可能要喝2-3罐。半年前，他开始觉得心脏怪怪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心脏会突然跳很快，有时候还会漏拍一下。他觉得很紧张，担心自己是不是心脏有问题，于是去医院做了完整的检查。结果出来，医生说一切正常，心电图没问题，抽血也没问题，连心脏超音波都做了，也是正常的。医生告诉他，你只是压力太大，要放轻松一点。但李家豪知道自己的身体，他觉得不只是压力的问题，他开始觉得很疲倦。明明睡了7-8个小时，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没睡饱。工作的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，脾气也变得比较
较暴躁。他太太说，他最近常常半夜起来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睡不好。后来他来找我，我听了他的症状，加上看了他的饮食习惯，我就怀疑他可能是缺镁。我没有开药给他，只是建议他做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在办公室放一罐综合坚果。我告诉他，每天下午3点左右抓一小把坚果来吃，大概10几颗就好，核桃、杏仁、腰果都可以，不要选有调味的，原味就好。然后晚餐的时候，尽量吃深绿色的蔬菜，像是地瓜叶、菠菜、芥蓝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白饭换成糙米或是五谷饭。他照着做了，3个月后，他回来复诊，整个人的气色都变了。他说心悸的问题改善了很多，晚上睡得比较深，早上起来也比较有精神。他太太也说，他的脾气变好了，不会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烦躁。我问他，你有吃什么药吗？他说没有，就是照着我说的，每天吃1把坚果，多吃青菜，把白米换成糙米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没有吃药，只是让身体补回了被忽略的刹车。镁，心脏有了刹车之后，自然就稳定下来了。你可能会想，那我是不是也在缺镁？让我告诉你，哪些人特别容易缺镁。第一种是高血压患者，很多高血压的人都在吃利尿剂，这种药会帮助你排出多余的水分，但同时也会把镁排出去。所以如果你在吃降血压的药，特别是利尿剂，你就要特别注意补充镁。第二种是中老年人，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肠道吸收镁的能力会下降，肾脏留住镁的能力也会变差。所以同样吃一样的食物，年轻人可能吸收的不错，但中老年人吸收的就比较少。加上中老年人的心脏和骨骼对镁的需求反而更高，所以更容易缺乏。第三种是压力大或是长期焦虑的人，当你压力大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这会让肾脏排出镁的速度加快，所以你会发现，越是压力大的时候，越容易心悸、失眠、抽筋，这些都是缺镁的症状。而当你缺镁的时候，又会更容易焦虑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第四种是爱吃精致食物的人，现代人的饮食越来越精致，白米、白面、白吐司、甜点、饮料，这些食物在加工的过程中，镁几乎都被去掉了。你以为自己吃得很饱很多，但其实吃的都是空热量，营养素很少，特别是镁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你以为吃得很多，其实是吃得太白太空。白色的食物往往营养密度最低，镁含量也最少。相反的，颜色越深的食物，像是深绿色蔬菜、褐色的糙米、黑色的黑豆，这些镁含量都很高。所以你看，越现代的生活，越容易把镁吃光。我们工作压力大，常喝咖啡提神，吃的都是精致食物，然后还要吃药控制血压血糖，每一项都在消耗镁，但我们却很少注意要补充回来。那要怎么补充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不用吃药，也不用买昂贵的保健品，只要记住3种食物就好。第一种是坚果和种子类，像是杏仁、腰果、南瓜子、芝麻、核桃，这些都是镁含量非常高的食物。每天早上或下午抓一小把来吃，大概10到15颗，就可以补充到一天所需镁的1/4。记得要选原味的，不要选那些加了盐、糖或是各种调味料的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小小一把坚果就是心脏最温柔的守护。你不需要吃很多，只要每天养成习惯，心脏就会慢慢稳定下来。第二种是深绿色蔬菜，像是地瓜叶、芥蓝、菠菜、空心菜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镁来源。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，绿越深，镁越多。为什么？
因为叶绿素的结构里就含有镁，所以颜色越深绿的蔬菜，镁含量就越高。每天至少要吃2份深绿色蔬菜，1份大概是煮熟后半碗的量。早餐可以吃烫青菜，午餐、晚餐也都要有，不要只吃高丽菜或是大白菜。这种颜色比较淡的要选颜色深的。第3种是全谷和豆类，像是糙米、燕麦、黑豆、黄豆、红豆。这些都是很好的镁来源。如果你习惯吃白饭是助，把一半换成糙米，或是煮饭的时候加一些黑豆、红豆进去。早餐可以喝无糖豆浆，或是吃燕麦粥。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日菜，单参考：早餐燕麦粥加无糖豆浆，撒一些核桃和芝麻。午餐糙米饭配地瓜叶，再来1碗黑豆豆腐汤。晚餐蒸南瓜、炒青菜，配一块蒸鱼或是煎鱼片。你看，其实不难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很家常的食物，市场、超市都买得到。记住一句话：镁不是药，而是你每天餐桌上心脏的平静来源。吃对颜色，吃对食物，你的心脏自然就会快乐。影片快要结束了，我想对你说几句话。健康不是一餐就能吃出来的，而是每一口食物的累积。你今天吃的每一颗坚果，每一口青菜，每一碗糙米饭，都是在为你的心脏存款。也许你今天吃了不会马上有感觉，但是3个月后、半年后，你会发现心悸减少了，睡眠变好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继续吃精致食物，喝含糖饮料，不吃青菜，你就是在从心脏的账户里提款。也许现在还看不出来，但总有一天账户会透支。到那时候，你要花的代价会更大。不要等到心脏真的出问题，才后悔没有听进这句话。不要等到躺在急诊室里，才想起来，当时那个医生好像有说过要多吃坚果，多吃青菜，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就开始行动，今天就去买1包坚果放在办公室，明天煮饭的时候加一些糙米，后天去市场买1把地瓜叶，就这么简单，一步一步来，你的心脏会感谢你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也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让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心脏的健康不是靠药物，而是靠正确的饮食。让每一次心跳都稳定而安心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当你的心脏不再慌张，整个世界都会安静下来。你会发现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平静，原来健康可以这么简单。谢谢你，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改变。祝你健康，心脏平安。